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把收看复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觀眾朋友咪記得喺2009年嘅時節，有一個國泰風災喺度，莫拉克颱風。而莫拉克颱風造成咗我哋當初喺高雄市嘅那瑪夏嘅我哋講布農村嘅國小、民族國小，係嚟因為風災嘅關係，使到我哋參拿太愛人氣，同時嘛變成我哋嘅高雄市體檢人民嘅試驗嘅學校。那同時嘛把廿位嘅教名變成我哋嘅巴南華試驗中小學。啊，今日有請到喺我哋嘅廿位巴南華試驗中小學嘅阿朗高中來到嘅現場。也同我哋分享講，以當初做馬嘅把變成我哋嘅試驗學校，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阿朗高中來到嘅現場。阿朗校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大家好，我係阿朗巴拉拉比布農族的朋友，巴蘭花部落中小學的校長，非常高興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巴蘭花的故事。阿朗校長歡迎你哈，是不是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大概先說明一下，說當初從民族國小之後，是直接到我們的山林的大愛園區嗎？還是說中間還有去其他的地方啊？其實我們98年8月8號遇到莫拉克風災，就遷到山下，然後這山下大概有3年左右的時間是在旗山國小的古蹟校舍的2樓，我們借助那邊的校舍空間。那後來是在101年的2月8號，才搬到山林大愛永久屋的新校舍，然後開始學校的新校園的生活。那因為其實歸島嘅我能講，原住民搬下來以後其實我們以屏東來說的話，我們也是這樣的情形，就是說，很多我們的原民的部落搬到山下來之後，他們第一個面臨到的問題就是說，他們山上的耕地不見了，他們原有的那些祖先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記憶，譬如說祭儀的一些場所都消失了。那搬到大愛村，或者是說搬到永久屋之後，其實那個是一個照着我們算是短暫的一個居住的空間方式所設計的，所以說也沒有設計當時的一些文化祭場啊什麼之類的。那那個在搬下來以後，有沒有遇到這樣子類似的問題啊？其實進來這所學校就開始想到長久的問題啊，大概就是因為校舍已經毀了，那你可能就要想到說，大概搬回去的幾率有一半，可是就教育的想法是說，趕快安定孩子的教育的環境，所以就在規劃的時候，其實還沒有進到大愛園區的時候，就開始去做一些的文化的課程的規劃。除了是布農族的文化課程，也開始去規劃，我該怎麼去認識美濃旗山周邊的環境的課程，讓他們將來能夠多認識這邊的族群，然後再結合現代的知識做一個課程的規劃整合。那朝這個方向去做，大概就是教育工作者很重要的第一個任務了。那未來的發生的問題，我們就逐一面對，然後逐一去改變。最終還是能夠先讓孩子教育學習的環境有了文化的內涵，也能夠認識這邊個多元的族群的環境，然後能夠創造一個新的開始。我等於你講，其實你下來以後，你已經有想到可能短時間唔會回到山上去嘅。嗰時我希望講，其實是我哋講新年咧來到我哋山下以後，除咗從我哋布農厝嘅一個課程文化以外，同時嘛學習到邊度個夾入可能會有客家莊啦，還有河洛莊，一點的文化部分。咁我比較好奇的是說，為什麼後來會改成巴南花實驗中小學？那巴南花是什麼意思啊？其實這個校名知道說大概會留在這個土地這個環境，那我們就是希望說從山上的布農族的學校來到一個多族群的學校，因為山林又是客家莊，那我們希望是說把這個課程跟校名有同樣的具有多族的意涵，所以就是布農族的話叫做巴蘭，巴蘭就是五節芒，它就是一個芒草，然後這樣的方式就是台語就是瓜芒灰嘛，那台灣這塊土地。然後這邊又是客家莊，我們就希望說這個校名具有多族的意涵，所以那個巴蘭就是巴南，那個花就代表是說有客家的油桐花的概念，或者是閩南的一些的花，就是每個孩子可以在這所學校可以百花綻放。那這首巴南花就是跟着客家的族群，其他的多元的族群，在這所學校都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後展現自己的魅力，這樣子。剛剛跟我們講，比較特殊的就是說，那為什麼我們搬到山下之後，又會改成實驗中小學？那實驗的意思是什麼？實驗的意思其實就是說，它有一些關心的問題。第一個大概就是說，偏向跟原校的孩子大概學習成就比較
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方式，没有办法像都市的资源这么丰富，那竞争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的够。那回到土地嘛，那回到土地，我们又在山下了。可是学科的知识会有固定的结束，那实验教育它可以松绑，那松绑我就可以有户外的课程。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边从山林到美浓都是客家的一个路线，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冬天的时候有一个单车旅人，我就可以从学校的课程去认识美浓的禁字亭啊，或者水质的生态区，就是美浓的相关的一个产业跟文化，那我们就可以真正走出学校，去认识整个属于客家庄的大的范围的地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慢慢认识客家，然后再认识其他的闽南的族群，也能够因为骑着单车也可以回到山上。那因为实验教育可以松绑我的课程规划跟时间规划，那我就可以达到我原本设定的想法，也能够让这边原民的孩子找到自己的自信，又能够连结多个族群，他的有自信又有学习动力，那就会找到我们学校贡献的价值啊。但是它的谈话来讲的话，等于说虽然说是很弹性，对，可是对于老师来说，他等于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可以使用了。那他等于是他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他要上课的一个课程？其实应该回到那个价值，就是台湾已经是多元族群，那如果每个老师应该也要认识原民文化，那又在客家，你就应该理解去客家文化嘛。那如果透过实验教育，它是一个理念，那老师甄选就是说，你进来这所学校要了解原民文化，你也要了解这个大范围的客家文化跟其他的闽南或是多族群的一个文化，你才能够进来，不然你没有办法做课程设计。其实它教科书还是存在，只是它变成一个材料，透过设计的方式，我冬季要去学一些生态，那就学一些的生物的知识啦、自然科学的知识，然后做一个有意义的串联，那就是美浓走读嘛。那美浓走读的生态走读，它就可以设计得出来。那这样生态的走读也能够了解原民文化的生态的知识跟美浓的生态知识之间有什么关联。所以来这边有学校老师，一个是价值的多元价值的认同，二来是透过他的课程的设计的专业的设计，能够整合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孩子就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又相互合作学习的。因为头都有讲到讲，可是讲人家老师甄试进来，你意思讲对员工人家欣赏，而请的时间也要找一个类似价值，甚至是说理念是认同这样子一个实验教育的一个老师。对对对，他一定要理念认同，他认同了，他才会去投入心力，去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这块土地的范围的文化。那他再结合他的学科知识，兼顾了他的文化的一个内涵，又能够解决他升学的知识，那创造出来的孩子就比较完整了。对。那学生呢？就是当初原来的民族国小签下来的同样一批学生吗？还是说学生也要受到甄试啊？其实来这所学校，它有3个理解。第一个当然就是理念的面谈，然后跟家长了解说，这所学校其实它是多元的，它可能是原住民实验教育，可是它里面的内涵是隐含着客家跟其他的族群的文化，那就会跟他介绍说学校的课程是这样的方式，他认同吗？他如果觉得认同，他们就会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家长也要一起参与，那希望在家庭的文化的传承上，不管是原民的或者是客家的，也能够同时做这件事情。然后第3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贡献嘛，因为我们客家的孩子其实蛮会讲布农语啊。其实学校里面通过族语认证的客家孩子算是名列前茅，我们还要跟客家的孩子学习，也要感谢这些客家的孩子，他会用他的客家话来介绍布农族的文化，他是未来国家重要的资产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精彩的。那谈好了之后，我发现到讲嘛，各种一行呢，我也很想去学，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说，在体育的各好的环境里边，可以去同时去接触到2种完全无共样的文化。其实我相信对小朋友来说，他不仅见识多了，同时他可以看到这个土地上那么多元的一种文化的样貌，同时他也会在那个小小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动态里面，他也会发现就是说哇，完全是2个完全文法啦、语句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开始融合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对于整个的发展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以简单来讲吧，那学校的譬如说学生的客家族群有多少，然后原民族群有多少？大概原民大概是占70%，那客家闽南跟非原民的部分大概占30%的比例。那其实旗山美浓都有每天开着半小时的车到我们学校来。
对啊，到学校来，他们其实他们的客家文化已经丰厚，非常底蕴非常深。来这里只是丰富他的视野。那尤其是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有原民的内涵，又有客家的内涵。通常未来的知识经济人才也是需要这种人才，是没有错，没有错。对于台湾这块一个多元的土地跟全球化来说，他可能比我们学原民客家孩子可能比我们更走到时代的前端了。相信讲提一啲按自然的一个情形底下吧，对我哋的生人来讲，其实一些小学是不会听。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您的全名叫做实验中小学嘛，对，那小学还好，可能没有什么升学的压力。那到了中学部分呢，也是这么的走所谓的自己的课程的设计吗？那升学的部分会不会有人要求？国小的阶段就是在偏乡跟原乡的孩子，就是学习的氛围不足嘛，对，学习动力也不够。其实回到土地这件事情，他才知道说他要解决什么事。那他学习的知识变成是，我要解决一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背啦。所以国小阶段他如果找到学习的动力，那国中他如果透过理念的沟通之后，他也想要留在巴拿花国中，他其实会更清楚他追求的价值。那还是要回到那个价值。那留在这所学校，并不是说创造一个就是考试很厉害，是不是给一个全方位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一样，跟国小还是要学习户外的场域课程。那这个场域的课程能够跟学科的知识做问题解决，这样子他就能够学以致用。好，留在这所学校的孩子他就能够合作。那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第一届跟第二届现在都要会考了，他们就一起合作去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比较擅长的孩子就去帮忙比较不擅长的孩子，他们就统一通过那个会考。那在这所学校，其实他的写作能力其实比一般学校来得好，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写作上是在均值以上，而且在学科上也能够奠定基本的门槛，希望他的未来能够自己找到自己的生涯的规划跟自己的价值。故事提下嘅中小学地步吼，以前的佢强调嘅係一種這個加測的一個概念。休息下我哋咪嗰度國情態故事。翻過來福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市巴拿馬聖亞中小學嘅阿朗校長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以自己嘅教學嘅一個理念。我想請問一下阿朗校長哈，因為其實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你們那邊其實也就是說除了在客家莊之外啊，也有真的是開車過來念你們小學的哈。那你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說，那你們的課程裡面有哪一些有關於客家的元素的一個課程設計？如果從語言的角度，就是我們每個禮拜四大概有一節是教授客家語言，那就把客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學習客語的部分，這是語言的部分啦。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課程的部分，其實我們有一些的歌謠樂器，我們也就會每年大家就會挑幾首客家的歌謠來去傳唱，像謠婆啦，其他的部分，那就是讓孩子能夠去分享多元的部分。那在四季的課程，其實我們大概就是秋是服務學習，冬是單車旅人，那春是進山學習，夏是族群交流。其實這四季課程隨時就依照低中高年級跟國中部他們去規劃，要去學習山林的，或者是學習美濃的那邊的課程的生態文化。那透過這樣的戶外學習，就會連接一個戶外學習的課程。所以在語言上，或是歌謠上，或是戶外的課程上，就會規劃一連串的有關於客家的學習的環境，這樣子。因為呢個關於特別的一個設計啦，唔單止講我哋睇語文地方有注意到，文化地方有注意到，其實頭多一直有講到講我哋呢生態環境嘅部分，生態環境那部分其實也是很看重的。尤其是剛剛我們的校長有聽到，就西歸四季的學習，對，為什麼會分成四季的學習？其實分成四季，當初其實我們在規劃，其實也是看着漢人的24節氣的概念，然後看看我們已經漸漸消失的文化。這時間當中，因為我們都是跟土地在一起的族群嘛，不管是客家的農耕，或者是布農族的山林文化，那就想說，了解一下怎麼樣找回原來傳統的跟現代當下
跟这个大族群要合作的一种课程的设计，然后就以布农族就是小米文化为主，那过去的就是现代的汉就是以稻为主。随着小米的生长，我们就是秋的进仓，然后到了冬藏就是年中季，然后春的播种到夏耘。那这样的秋冬春夏也跟稻米的文化秋冬春夏也接近。那课程的设计上就分成4季，那这样的4季课程也容易操作，让老师可以做一些的课程设计。因为其实我做嘛，我讲中，你要课堂同西归有关，还是因为讲，因为现在的生活，我们真的已经可以不管4季了啦。对。因为其实你看那个冷气一吹，对，你春夏秋冬几乎同一个温度，然后你外面只要有一个便利商店，你1年4季都有东西吃，不像以前，其实真的是在农业时候，我们真的是跟着这个节气，跟着这个土地。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变化，每个时候都有不同的变化，人会感觉到自己是所谓的世界的一份子啦。对，我记得讲，其实人嘛同我的那个激动客家文化生命在我后面还变成一个姐妹校嘛那个时候为什么我想要跟我们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实验小学结成姐妹校呢？其实这个因缘要感谢那个高雄市的杨主委啊。那杨瑞霞主委他说，他知道我们这边也有客家的孩子，他就来看。然后后来，因为他来看我们的客家的孩子用客家话来介绍布农族的文化，他觉得太惊讶了，而且客家话又讲得很好，表示客家的孩子来这里不会失去他原本的客家的文化的母体，可是又来这边丰富他的视野，反而他创造了另外一个新的世代的客家孩子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这部分要不要跟客家的吉东国小来做个实验小学的缔结姐妹校？那其实我们到山下的目的就是要跟这边的族群连结嘛。那客家又是主要的族群在这里，那我们就跟他做个连结。那二来也是因为我们是山的族群，也想认识月光山啊这些山的麒麟纵走这些路径。其实我们的孩子有关于月光山、麒麟纵走都走过了，反而这本来就是找回我们原来的自信。然后只是说我们想透过了解这边的山跟客家之间有什么关联。那一方面就缔结姐妹校，那2校也因为这样子去认识伯公嘛，那进入山我们就认识伯公的文化，去做一点练习，然后走过那座山，然后透过这样的约定，我们就缔结姐妹校。那希望未来在语言上跟文化课程上有更多的课程设计的合作。变成一对2个你变成那种姐妹校的一个形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就一个共同文化领域上的东西去做不同的解释，甚至说某区的一种了解。但是我的提供其实呢，后来把我的那个所谓的课纲变成所谓的4季式学历嘛，哈。是。那为什么当初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革呢？其实最主要还是希望孩子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那从土地上看到了一些问题，你能不能透过108课纲的知识来去解决？所以那个知识是拿来解决，而不是拿来只是背诵。那背诵就是考试嘛，那你可能背完了就忘了。可是你如果能够透过土地的练习，为什么2个族群之间有不同的文化？那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去解释这个现象，然后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那这样就透过土地带动108课纲的知识，就会学以致用了。那学以致用之后，我们就把那个4学历，然后本来4季嘛，秋冬春夏，然后结合4学历，因为108课纲它有7大领域，我们改成4个学历这样。第一个就是文化，那文化就当然就包含土地跟族群，那我们就先进入那个体育场域去学习体验，你体验之后才有一些的反思啦。我这时候原来客家的文学，原民的文学。或者是闽南的文学，那你就在国语文上的学习就，原来有不同的语言的表达方式，那就进入到一种逻辑。那科学就会实证说，原来客家他们在做一些的重要的生态智慧，他们是怎么去验证的？那就透过科学知识。那原民在盖房子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用一些的自然材，或者是一些的石板屋？那在科学上可以怎么做解释？那就有一些的科学知识嘛。那你就认识的，就是客家的三合院，那原民的就是竹屋或者是那个石板屋，那这样的科学知识就能够了解。那最后一个就是美学力，然后透过文化跟逻辑跟科学，那最后美学力是说，我怎么样透过这样的学习去表达一个多元族群？那可能客家的孩子，他可能会画回他原来客家的风景，他也有可能去画布农的文化。那布农的孩子或是原民的孩子可以画出他原来的神话故事，
也去画出他看见的客家的文化。所以透过文化力、逻辑力、科学力、美学的一种体现，他其实对这个周遭的生活环境会有一种生命的感受跟体感，然后去珍惜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事物。像你们一般来说，我们的其他族群的小朋友在上这样子的所谓的综合性的课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怎么样？其实每个孩子都在练习啦。其实人生就是一辈子练习，可能练习你的陌生。那客家的孩子可能对原民的孩子是陌生的，可是因着陌生我们就练习去理解，然后因为这样理解，回头看看自己的文化有什么跟缺了什么。就像客家的孩子说，为什么他们会去跟那个大自然去做一些的植物上的沟通？为什么要拿那个植物沟通？可能不是拿个香，他会去得到一种启发。原来原民是跟万物的所有植物是有一些的灵性的关系，他们是这样看世界的。那他们就会说，原来周遭的所有植物是跟它有生命关联的，不是只是一个植物。那就他会从这里丰富他原来，他就会重新再认识可能客家的伯公文化，怎么样去串联这些植物跟客家的关系。那因着布农族的一些反差的认识，那布农族的孩子就会看着，客家的族群非常的做一些事情非常的勤劳、认真，在这个世代，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学习客家怎么样的那种勤劳、认真这个概念，在这个世代能够应变。因为客家的孩子跟世代都表现得非常杰出嘛，尤其在当代。那原民怎么样找到他可以贡献这样的智慧，尤其在这个气候变迁的时代，因为他可以千年的生活在山跟海洋，表示他有一些的知识可以永续循环。那这样三个的永续循环跟美浓的勤劳的客家的这样精神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新世代就会展现不一样的特质，而且不一样的美学。我觉得在全球竞争时代，应该是需要这种人才啦。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中间因为还要加一个饮食文化，是啊，饮食文化，是真的是我们说哈，因为其实我的，譬如讲我的用闽南来讲，我把的有板的啦，好板的，我说光一个板呢，它可以是板条，是，或者是我们的那种所谓的闽南语的粿。马德马的板呢，我们就有很多的米食的文化，然后甚至说我们对于四季的，譬如说腌制类，其实客家也很擅长，是没有错。对，所以食住行娱乐，反而它综合出，每一道菜就不一样啊。可能你的创意跟你的生活就出现不一样的美学，可能会让你觉得更有丰富的一种生命的意涵在这里面。那这样子那么丰富的一个教学内容里面，那我们说以年级来分的话，我们低年级到高年级，他会怎么样去学习？低年级其实都是一样的户外场域的练习啦，因为其实以前都是这样子，就好像是低年级就学这一段，那中年级学这一段，高年级学这一段。其实人是不断的重复练习才能够，就是内化成为身体的体感。其实我要认识美浓的客家的，不管是水质的生态，或者是美浓的稻米文化、稻禾文化，或是美浓的相关的一些的禁制体的，你大概第一次只是认识，可是你要第二次再认识他原来自己你跟过去的读书人的精神会连结，或是东门楼过去的历史，因为只是第一次去体验，第二次深度了解，高年级再深度理解这样子，那他就会对文化认识不是浅碟的啦，所以他其实是不断的从整体重复的练习，然后内化成自己。那有一天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的领导者，带领他们整个世代。那所以我们在我们学校的布农族的孩子，他就懂得他自己的文化，他就可以带领他的文化的世代。那如果是客家的后生世代，他也可以带领他，怎么样认识布农？那我们的这个世代就怎么样认识客家？我觉得它是不断的练习的过程，而不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重点，而反而是整体跟阶段相互的练习这样子。嗰度睇嘅聲音咧，從小學地方可以接觸到唔單止有人民嘅文化，同時還有我哋客家文化同部落文化，同時係講最全面，也是最完整嘅認識。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高雄市巴南華實驗中小學嘅阿朗高中，
弄了现场同分享讲伊等高中离播嘅客家文化嘅伊的内容。我想请问一下教授，因为头先有讲到讲，其实有4规4学历的课程嘛。那4规其实现在我们很强调的就是所谓的亲子共学那部分。对。那这部分你们有没有相关的设计呢？其实亲子共学日目的第一个就是让更多的家长跟附近的族群的家长更认识说，这所学校的课程规划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最主要是提供家长能够参与啦，因为毕竟在偏乡原乡的家长参与的时间也很少。那我们就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参与。那4季的那个亲子共学日，最主要是文化力嘛，那就规划一些文化的课程，让他们可以认识一下学校规划的文化课程是什么，让家长能够一起参与。那第二个就是逻辑力，就是有关于传统的国语啦、英语啦、数学，那怎么样的课程是能够让孩子比较有学习动力的方式，也让他们多理解。那其实在我们来说，就叫文化读写。文化英语跟生活数学，所以那个名词改变之后，就是说，让它更生活一点，然后不必太很学术的知识，可是实际上在生活中学习到知识。那第3个就是科学力，因为在偏乡很多孩子可能没有一些资源，能够透过一些动手做的科学的方式，认识客家的科学的意涵是什么，那原民的科学的意涵是什么，让透过这样的方式，把文化的科学内涵跟实证的科学做这样的练习。然后让家长更知道说，原来他们之前学的并不只是背诵，而是能够让他们做操作练习。希望是潜移默化，让他不要放弃学习学科知识跟面对自己的生活问题。那最后一个就是美学力嘛，透过美学表达他的想象，或是对一些议题的关心，例如环保的艺术展现，就是说，他关心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些公民的议题。那也能够让这个弱势的地区找到自己贡献的价值，更能够参与改造自己的社区的环境，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按照谈好了，真的还归完整的一点，我们讲课程的一点设计的哈。但是我想要请问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的亲子共学，那我们的家长到学校之后，他是怎样的方式去参与的？是观察吗？还是说他其实有一些功课也是要我们的家长去做的呢？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以原民的实验教育去发展，其实我们是希望是说让家庭能够开始参与学校的一些课程的体验。通常低年级跟中年级的家长参与的那个浓度比较高，到了高年级通常家长就是要练习，因为孩子成长了，所以那种互动的亲子关系就会相对小孩有点相敬如宾的感觉。其实他应该要练习，孩子长大了你还是得可以跟他有一些亲子互动的关系，到国中也是一样。那我们的国中的那个亲子共学就又转了另外一个方向，慢慢就是我们的国中孩子要说课，就是说你还没有学习的课程，让家长去认识怎么去准备知识，然后表达知识这件事情。那将来的人才大家都是这样子去做，那我们也是希望让家长更理解说，整个学习知识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实验教育其实它走在的是世界的前端，更能够记得自己的身为族群的价值。因为那个谈好了嘛，真的我发现到讲，唔错啦，年纪大呀，其实同爸爸妈妈感情完过后，一直到5、6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我被爸爸妈妈每天都被爸爸妈妈骂那个时候，你再跟他亲子共学，他真的是也会开始保持距离了。对。那到了中学，已经开始有点叛逆期了。对，没有错。他根本跟爸爸妈妈可能已经是就是平常在家里面也不大讲话，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亲子共学的方式，你还要去说他所学习到的东西给家长听。我想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他的冲击也会很大吧。很大，所以刚刚有讲过嘛，可能刚开始国中会在这所学校读，然后发现太累了，太累了会转学所以来这所学校并不是说好像失去了要跟社会竞争，没有，他未来的人才就是学习，你要去会做简报嘛，然后这些是综合性的知识，而不是只是一支笔就要决定你的未来，而是说你的生命的经验，然后透过知识的整理跟做一些表达，也找到你自己可以擅长的科目，那你就会更清楚
读高中到读大学，跟你未来的就业的价值要选择，也早一点让他们认识。但是头头有讲到讲，其实你其实同闽南话，譬如讲一定講山，兩人都有那山，但對闽南人來講的話，一講山有某同樣的文化的一個意涵。所以說，我知道你們學校也有所謂的爬山、進山這樣子一個活動，是不是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大概說明一下，這是一個怎樣的活動內容？因為這個世代是數位的世代，其實孩子都有點那個3C 成癮。那其實過去的內在的韌性的特質都是，你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如果是靠土地，就好好的跟土地共存。其實我們應該跟山、跟海、跟土地學習，那個東西就會創造出一種友善啊，就是族群之間的友善，你能夠友善土地。那為什麼要從進山開始？因為山台灣有269座的3000公尺的高山，可能台灣的孩子都不知道。那可能日本也不過是29座的3000公尺的高山。那所以山孕育了台灣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從山的感覺上，它是一種靜默，可是它是多樣性的生長。所以透過面對山的學習是說，學習它的堅韌。那你在平常時那個環境的教室空間學習哦，你都覺得不會怎麼樣。那這中間就學習到族群的一種欣賞、跟合作、跟包容、跟共同解決。我是創造了一個更好的一個學習環境，而因為透過山，因為你跑不掉啊，你得要在那裡生存下來，然後透過山的學習，懂得要珍惜你周邊的人事物。所以山對原住民族很重要，其實對台灣各個族群都非常的重要，因為它孕育了台灣這塊土地。冇錯吼，因為其實吼，對於我哋漢民族來講嘅話，吼，譬如講我哋的平原來講，我哋的山馬講，我哋一直都會有一種對山啊，或者是對平原來說，我們就是要拿來開發的那種態度。對，所以說其實對於我們漢民族來說，其實我們會常常有像我的漢語，我常常講開山大拿，就是說我們到山上之後，我們去開闢山啊，然後把它變成可耕的一個耕地。可是相對的，從原民的角度來看的話，它是一個值得敬畏的。它不僅是一個神靈所居住的地方，它其實在上面有很多的生物都跟我們共同生活在那個山。可是你講其實在那臉書底部，在面書底部有看到人去蘭嶼嘛，去蘭嶼去個看飛魚記，怎麼會跑到蘭嶼去啊？那個時候，因為學了山，你就要跟世界練習嘛。那台灣有山，又自稱海洋國家。那島嶼國家，你就要認識海洋。那台灣其實認識真正跟海洋最熟的，可能台灣這塊土地上，可能就是蘭嶼或者是阿美族，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一些神話故事，怎麼樣跟海洋共存。那我們想說，既然學了山，又學了淺山，又學了土地，那你應該到海洋。所以我們就去蘭嶼做藝術服務，最主要還是跟他們文化學習，然後也能夠貢獻看那塊土地上我們能夠為他們做哪些事情，所以才有蘭嶼之間的一個戶外課程。對，因為不管是布農族或者客家族群，我們都不是海的民族啦。對，我們真的都不是海的民族。所以說那個時候學生去到蘭嶼之後，他們的感受是怎麼樣？我覺得就是一種經驗啦，或者是陌生。這麼廣闊的海洋，原來台灣有這麼多好的資源，應該怎麼樣去珍惜這個資源？那最主要孩子去那邊學習。蘭嶼是藝術服務啦，因為我們有學校課程有一叫全台藝術服務，就是把全台的族群的神話心靈能夠畫在它的土地上，不要忘記歷代的祖先的一些的智慧，它的智慧是跟環境共存。現在所有的氣候變遷造成的生態浩劫，其實是500年的工業革命之後產生的一個生態浩劫，我們可能要調節自己的慾望跟需求，所以我們就去蘭嶼做一些的藝術服務。他們有一些牆面想要畫什麼？他們就會跟我們說，可以畫這些事情。那因為那個藝術的美學是我們重要的部分，我們就會尊重說，是這樣畫嗎？我們就尊重他們的想法。那我們透過我們的彩繪出他們原本的海洋的神話故事。可是它提供我們的文化的學習，學習他們的飛魚記，也學習他們的文化的重要的禁忌的價值，那就是換工，然後換位學習，相互體驗跟欣賞跟包容，這樣子的族群之間就找到一個共榮跟共存的一個學習方式。
第一讲其实高中可能讲严强啦，但是嘛够做高中做过久的。咁而家來亞到我哋呢啲聲音咧從小學其實佢邊嘛分享過同我哋聲音從小學啲嗰啲教育嘅理念。我想請問一下講，其實喺節目嘅最晚嘅時間我想問一講，你這個對未來嘅一啲期望有乜嘅期望嗎？就是說，在這樣子的一個實驗中小學裡面，你對於未來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計劃，或者是說你有哪一部分目前還要開始去完成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台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自信，那一种文化美的感觉，因为那是一种历史。那历史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你就有自信，在你学习各种知识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学以致用，那你就会找到一个社会贡献的价值。那每个族群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在世界上来说，其实多元族群是世界的重要资产。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要的位置。那第二个就希望是说，原乡跟偏乡跟多族群都是在这个环境，应该好好的守护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它对台湾这块土地，或者是对未来的世界的气候变迁，因着山、因着海洋、因着土地，我们地球才能够永续。那希望这个教育是培养一个韧性的世代，就像巴南花一样，这样的瓜芒灰能够传承下去。那这样的韧性世代，然后这样的地球公民，希望能够在巴南花大家人一起共荣在这块土地上学习。那对于所谓的巴南花这样所谓的韧性世代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在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里面，像这样子的一个实验中小学，它是不是要更多的学校其实开始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实验教育呢？它很重要，就是用身体去认识你的周遭环境，然后去关心你周遭的一些议题，然后去学习你的学科知识，形成一种研究跟解决跟社会的参与行动。因为美浓的公民行动是非常的意识非常高，我觉得他们就守护他的土地，这也是我们原民可以学习的一种精神。那对于台湾这块土地，其实千年的土地智慧是因着原民他本来就没有商人的逻辑，所以他守护了山跟土地跟海洋，让台湾这块土地可以永续，那变成是每个族群都有一个贡献的价值。我相信对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所以均衡城乡反而是这个时代应该要去做的，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城市化，它可能会造成气候变迁加剧。保持一个城乡的均衡发展，对这块土地的多元美学可以展现出更有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族群的人格跟特质，这样子。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其实睇下啲巴南花实验中小學，雖然係啲細細學校，但是因為有佢多人的族群，有我哋呢布農族，有我哋客家族群、原住民、新住民，嗰時睇下嘅一啲細細實驗嘅中小學地方，佢可以教出嗰多人，同時嘛應該嗰台嘅學生嘅。今日感謝我哋阿蘭高中的那聽眾的分享，按到名故事。感謝客家鄉親支持巴南花，原住民族同客家鄉親強下頂進。有時下我都聽人哋欣賞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